涉角的选手伫个擂台顶相演车拼，观众是看甲热泼泼。这款职业的相演的比赛，伫个美国甲日本已经真久了，是老人囡仔拢适合的竞技的活动。但是对台湾人来讲，相对较生分。做这道的选手嘛，拢是用咸菜的，因为若要做全职，这个不倒根本就顾袂饱。不过也是有一群人为着家己热爱的事物来坚持。像一个选手威力，平时伫个新竹科学园区做网络工程师，一到周末擂台就是伊的主场。伊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会当做一个全职的相演的选手。另外，擂台顶较少看到的女选手，阁是安怎面对着比家己体型较大的对手呢？透过镜头，做伙来看这个选手的故事。不过要提醒咱的乡亲，这个相演涉角是有专业的动作甲表演性质的。厝内底闹囡仔当咧看电视，建议家长爱陪同做伙看。摔跤要呈现的东西，其实是一种精神。擂台上的可能性是无限的。当我被打倒，但我再站起来去反击选手，然后观众的那个鼓噪声、那个欢呼声，我觉得是非常的那个魅力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是想要当摔跤选手。 喊话声中飘的出场，光彩大幕的舞台灯光配上草人戏音乐，现场气氛差到最高点。选手上擂台跳完一发，马上做比赛正式开始。 漂亮的招式，喊大的反应，产生真好的效果。比赛看比赛，拢是热血奔腾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，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有所谓它的故事。当我被打倒，但我再站起来去反击选手，然后观众的那个鼓噪声、那个欢呼声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很有魅力。摔跤的可能性很多，包含你可以借用整个场地，或是你可以借用观众的帮忙。擂台上的可能性是无限的，它是一个很像万花筒一样的世界。项拢有可能成为场上的主角。伫首演的世界观众比的不是输赢，观众看会捌故事才是重点。 喊话过后，一切回归平静。阮哥来到伫同孤山的这间铁片工厂，什么人嘛看袂出来讲，这个平凡无奇的建筑物，上深的所在竟然有五光十色的擂台。像擂台也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对不对？擂台我们也可以自己做，那就是我们就想说，用我们的理念去试试看。 出来经营机械传统加工厂的陈启如甲因阿兄陈启伟，2012年加入职业首演，2017年且决定自立门户，成立首演的团体，连擂台拢家己包办，就是希望讲会使互更较侪热爱首演的人展现自我的舞台。我们有看到一些其实是很有潜力的年轻人，但是他们会受限一些原因，而且没有就会变得。 好像比较没有机会表现。那我们只是想说出来看看能不能试着帮他们做到有比较好的舞台，让他们去发展。这一年一天的魔法舞台，今日是选手的训练场。可来前滚、跳腰、开脚。这些基础做起来，只是主要都是要保护选手自己的安全，因为你被打到，你可能会落地，可能落地的时候会有地板给你冲击力，所以这个反作用力会把你原本要落下去的那个冲击力，会做一个互相抵消的动作。1、2、
就算已经是比赛场老经验的选手，车柄、护身、招数综合训练，同款拢袂使欠，因为这会当互身体伤害减到最低。你要说它是竞技运动吗？它算是一种竞技运动的表演，对。那但是很多人就最多的疑问就是说，摔跤都是打假的嘛？你说它是假的吗？它是假的啊，它就是剧情，它有剧情编本嘛，对啊。但是你说它又假了吗？每个人身上都有伤痕，都有淤青，甚至会打到受伤，甚至有人在擂台上死亡。因为带有故事，又有舞台效果，时常和小演甲表演画上顶号。要不每一摆伫擂台顶的动作，这拢是确确实实。无竞技运动的基础，真有可能这一个选手都无才调，佫徛起来啊！我的出道赛有一次受伤，是因为就是我的体重很轻，所以对手把我拉得很高的时候，我的头被插在地板上，然后那时候有一点神经受损，但是神经受损它是会随着时间慢慢修复，所以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人，就我受伤是没有永久性伤害的。几位选手中，这个身影特别引起人注意，伊是场上唯一的女选手开心果公主。虽然称作公主，也过无像当为世界中遐娇。对上比家己体型较大的选手，嘛是熊爸爸。性别当然是一部分，你会觉得自己的身材比较小，但是其实你看到场上的选手有各种高矮胖瘦的身材，比较瘦的选手看到好胖的人哇冲过来，也是一样的恐惧。但是这个紧张是一时的，就是当你很紧张，然后你被冲过几次之后，你一定会去想，你在遇到这个情境的时候，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应对。虽然体型相对较细粒子，燕波面对冲浪拢唔惊。开心果公主讲会参加小演，是为了要让家己变强变勇。燕波激烈的对战，敢讲已经留下新闻。摔跤上的比较多冲击，那冲击比较不会留疤，它是淤青，但淤青习惯就好。那时候就是刚好有一场在我家附近，对，所以就续上了体验课，然后从翻滚开始。翻了就黏住，就黏在这个擂台上。从一开始的练体能跟基本动作，这个就熬了大概1年左右，都在练这些东西。好，我知道这些格斗技怎么运作之后，也会对于成为选手越来越纯净。充满着选手梦，是未少人上舞台了后的强烈副作用。我是 Proco， 然后今年33岁。然后现在打摔跤入行了8年。我当初是因为在挣扎那个大4的毕业设计，一直做不出来，想说先休学去等兵单。结果在等兵单的过程中被诊断出那个椎间盘突出，后来去做了替代役。在快服完兵役的时候，还是恶化了，所以就去开刀。那术后是恢复得蛮成功。那我就想说，还想趁年轻去尝试一些自己内心很热爱的事物，不是一般常见的。我就想到，我就是小时候就有看到那个摔跤，就很喜欢。经过大手术，破口想的不是安静的休养，颠倒是趁身体恢复，想要追求梦想。这一个追就是8年。我比较有点3分钟热度，说，这时候很喜欢做这个事情，这时候很喜欢做那个事情。但摔跤是真的，我坚持最久了，对，真的是非常喜爱的。无笑讲，本来家己是真惊疼的人，即马身体心理拢真强，要不一开始亲人的反对嘛是在所难免。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印象对摔跤就是会认为是暴力的，或者说只要是这种格斗竞技的运动，他们都会认为是暴力，然后他们会觉得很痛，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？他们不理解。我是先说服我家人说，我把它当作复健运动，因为其实在术前就是椎间盘之前，我其实不太喜欢运动的。
出道赛的时候邀请我妈妈来看，可是因为她很不喜欢这种很激烈的运动，所以她只看完我的部分之后，她就先回家了。对，回家之后你说什么？也没特别说什么啦，只是我已经觉得很开心，她愿意来到现场看我一次比赛，我是很开心的。对，我希望可以做到让她了解说我在做什么。为反对到理解是这小燕选手面对家庭课题必经关卡。我奶奶还不知道啦，所以有时候我奶奶叫我都是跟她讲，我就是运动而已，我没干嘛干嘛，就是大家都帮我隐瞒着我奶奶。我妈一开始有劝我，但是我爸是支持的态度，因为我爸也知道我喜欢看摔跤，然后他有时候也会陪我一起看。这回为了接触小燕已经4档，算是过亲人一关，但不正式的比赛，也未当邀请亲人到现场分享。我妈说，她感觉她会看一看，想要冲上来打那个跟我当我对手的人，所以我妈说她不会，目前还不会啦。她说她看看会受不了，会想要冲上来打那个人。我以前看美摔就看 WWE， 然后觉得哇，当选手好酷好帅，我也想要。但是台湾好像没什么空间，没什么资源，有所谓的职业摔跤这个职业。但是后来到大四下学期的时候，看到网络上看到帕叔有报名的网站，那我就报名了，毅然决然就决定要完成我这个梦想。总算完成囡仔时代梦想，不过职业小燕在台湾是冷门中的冷门。在竹科当网络工程师，就是做硬体方面的啦，就是网络布线啊，然后处理人家可能Switch可能有要查修或干嘛的。在台湾嘛，就真的可能没办法当饭吃了，所以要好好的去工作啊，干嘛的啊。市场真的太小了，然后观众数也少，但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可以借由收学生的方式，然后帮他们推广到国外。然后在真正成熟的市场里面，可以留有一席之地。像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选手，目前已经在日本已经停留3个月到半年左右了。他们其实目前就是在日本方面就是做全职的摔跤手，这是我们目前想做的目标。当然，最后的希望还是可以让大家留在台湾。为了选手的出路形象改变，嘛是台湾发展职业手演多年来难题。这是一段在国内曾经风靡一时的日本职业摔跤电视节目，而国人呢对所谓职业摔跤或者说职业角力的印象，可以说发源于此。而这个值得商榷的第一印象呢，是在国内推动职业角力运动遭到了重重的阻力。其实早在民国60、70年代，台湾就已经真流行看电视转播的国外职业手演。台湾手演之父黄金满，嘛是在这个时代诞生。这个职业啊，是可以带动我们这个全中华民国的这个士气，可以做很多的国民外交。当时去韩国黄金满在韩国职业手演界大放异彩，连续4年得到世界角力锦标赛总冠军，甚至进军日本。起起伏伏拢把伊的意，不想讲要将这个职业手演带入台湾，因为因为无多改变民众的观感，经过50档，职业手演在台湾依然是首重的活动。像我们去日本打比赛的时候，就通通都是小朋友来要签名、要合照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说，哇，为什么在日本可以是这样子，在台湾就妈妈拉着小朋友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很希望说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推广出去。我们做了很多在公园的摔跤，免费的。我们在八德跟树林的夜市也做过夜市摔跤，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来看夜市，来夜市逛街的时候，可以顺便来看看摔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职业手演在日本是当地民众真惯习的运动，相关团体联名的发展嘛已经真久啊。美国今仔在 WWE 的带动下发展了真好，台湾想要模仿，都要先拍破刻板的印象。摔跤其实不是为了要把别人打伤的，
对，我们传达是一种精神，看能不能就是把台湾的摔跤风气也好，或者是运动风气也好，把这个东西可以做提升，而不是说台湾的运动选手好像只能默默的做，都要等到非常有名的，然后才可以得到人家支持。很酷的地方就是摔跤，其实这个东西它不太要求体型，不太要求身高，它也不太要求你的动作有没有运动经验。它就是你愿意学，愿意去思考，然后愿意尝试表现给别人看，我觉得观众就会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。我是比昂高等音乐院的学生，然后我是学低音号的，大概国2开始看吧，就是以前未来还有在播的时候，然后就一路看到现在。然后因为我是在国外念大学。所以我在欧洲都还去追他们的巡回什么的，我就不做的话，老了可能会后悔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是想要当摔跤选手。有限，对啊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我们不开始，那以后未来真的有些人真的想当选手的人，他们是不是机会又更少了？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当一个开头。会当行天动地，嘛会当感动人心。擂台顶首演的选手比的，那是拳头功夫，更加要用因一回故事写下不同款的人生篇章。